早新聞報導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低班多嘅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寶雪新聞台。我係今日嘅新聞報導員郭希晨。我係鄧向琪。喺新聞前，我哋先請天氣家族話俾我哋知今日嘅天氣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天氣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天氣小主。大家好，我係天氣小狗汪汪。今日5月7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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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唔該，天氣家族為我哋報道天氣。跟住等我報道一則有關最近一種新型病毒被病毒。好，我係被病毒大王，病菌兵團。我哋今日要入親人類住嘅地方。我可以匿喺黑廁入邊，我可以匿喺冇洗手嘅小朋友對手上面，我係匿喺門柄上面好耐㗎。阿黐，小太爺要肯你哋嘛？唔使啦，唔使啦，我想玩積木。老師話踩點字要洗手㗎。唔使啦，唔使啦，我好肚餓啊！哎呀，發燒啦，係唔係被病毒啊？小澤唔知道病毒已經喺佢嘅身體入邊開 party 啦。佔領呢度，等小澤流鼻涕、打乞嗤。其實被病毒唔可怕，身體健康最重要。齊擦擦，紅入入，杯光光落愛千啲，琴滿滿齊幫手，把佢啲粒粒咧。齊擦擦，紅入入，杯光光落愛千啲，琴滿滿齊幫手，把佢啲粒粒咧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再次收睇寶血新聞台。我係今日嘅新聞報導員余敬純。我係殷書我係朱希快。我哋今日會報道一個超級胖嘅可愛嘅新聞主題啊！係啊，香港越嚟越多寵物友善餐廳啦，大家知唔知道咩嚟㗎？我知道，就係可以帶我哋嘅寵物，例如小貓、小狗一齊學食飯嘅餐廳，再讓香港政府鼓勵更多餐廳申請寵物友善標籤，等主人同寵物一齊學出街，好開心啊！
而家將時間交返俾本台記者，為我哋詳細報道啦。老闆你好，我哋係寶庫新聞嘅小記者，可唔可以採訪你一下啊？當然可以，歡迎歡迎。呢個貼紙就係寵物友善嘅標誌。冇錯，有咗呢個標誌，即係我哋餐廳歡迎主人同寵物嚟食嘢。我哋會準備寵物嘅飲水壺同埋小零食，仲有專門俾寵物休息區啊！哇，好貼身啊！咁帶寵物嚟要注意啲咩呢？要注意寵物友善，唔會打擾其他人食嘢，仲要保持環境清潔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哋也想帶狗狗或貓貓出門，記得先查詢餐廳係咪寵物友善哦。而家將時間交返俾電視台報道員啦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公餐裏有多少動物？坐看又看一看。餐廳裏有多少動物？坐看又看一看。我見到一隻小貓，喵喵，一隻小貓，喵喵。我見到一隻小貓，喵喵，小貓咁樣叫，喵喵。餐廳裏有多少動物？左看右看一看。餐廳裏有多少動物？左看右看一看。我見到一隻小狗，汪汪，一隻小狗，汪汪。我見到一隻小狗，汪汪，小狗咁樣叫，汪汪。我哋嘅新聞報導好唔好睇啊？個人衛生。